2026年香港銀色債券已經開始認購啦，想穩陣收息嘅朋友可以留意今期銀債認購安排。富途推出銀債9免優惠，9項相關費用一律豁免，幫你慳返一筆手續費。邊9項？新舊手續稅、申請手續費、託管費、不到戶費、轉入費、轉出費、代收利息手續費、提早贖回費同到期贖回費全部豁免。9免已經係全免，冇其他額外收費。全港有13間富途實體店，長者仲有專屬排隊快線，到店辦理更加方便。未開戶嘅朋友記住，用兌換碼 SL886開富途牛牛戶口，可以拎到總值大約1800蚊迎新獎賞，有 SpaceX 相關選項，仲有港股一世免佣、開戶教學同手續費詳情，睇 SL8886網站。富途兌換碼專頁連結喺下面。銀債有興趣就去富途認購或者分享俾朋友。開戶前記得輸入 SL886。多謝收睇，記得訂閱 SL886。